出去了后，我来拼 link。拼 link， 稍等下哈 ，paste add link。好，爸爸，你小帮我看一下啊 ，YouTube 你看会到的，因为我迄个 link 无解确定是毋是打着。有吼？有。copy URL 来，线顶文本伫遮吼，来，我来打开。啊，即个手机也无电哦。来啦，我即摆咧上电。哦吼。好，歹势。好，大家礼拜四暗吼。我拄则开个走喺倒去。我伫遮。好，咱对第20页开始读起吼。我看觅20页顶头即趴歌词，上帝圣册讲极真，末日天地换做新，耶稣学生受大福，永远安息伫天国吼。掀开第20页，头一段是咱顶回读煞歌词的第4趴吼。咱即马第4趴要煞接读歌词的对一段，我先甲读一下。众人吟得真好听，大大细细手就摕一本豆菜叶仔字得吟，真熬哦！出国比赛吼，吟诗煞出国比赛我加听啦吼，吟诗煞也有祈祷吼。志勤也对因头壳切吼，所祈祷的，等下我甲放较大吼。所祈祷的话是伫感谢上帝，也求伊赦免咱的重罪吼。这甲我向时伫下三老爷大无相同，歹势吼。向时伫下三老爷吼，以前写咱即马一字一字来看吼。来对这段开始，众人吟得真好听吼，吟就是吟诗啦吼。众人吟得真顶头用迄歌，顶头这4拍歌词吼，就是众人咧吟的。众人吟得真好吼，好就是和谐吼。和音和甲真好啦吼，真好听吼，这应该毋免现啥物字典啦吼。过来，大细细吼，手就摕一本豆菜叶仔字得吟，大细细吼，就是人不论大细，然后有大有细嘛吼，有大人有细汉囡仔，大细细吼。手就摕一本豆菜叶仔字得吟，手吼，即个刀吼，我对只读毋对啦吼，我读刀吼 ，TOH 啊，其实是读毋对。手刀摕吼，刀即只刀是 O 吼，即只是刀，毋是 TOH 吼 ，TOH 就是刀吼，就是变成动词的助词吼，迄个啥是这样复数了。手刀摕吼，即个刀摕着刀拿着吼，即个刀吼，所以伫台语即个刀甲刀 ，TO 甲 TOH 吼，有时会你听着过吼，有时无注意吼，但是为着要强调你其实要读较明吼，
大大细细，手刀摕一本豆菜叶字得吟吼，即个刀是刀吼，all 啦吼，就是大家 everyone 大家拢摕一本啦吼，好，即个道理，咱照规矩吼，嘛是爱查一下字典吼，先看干字典，刀吼，毋是 knife 即个刀吼。另外一个刀是刀嘛吼，刀下迄个刀吼，即只可能有啦吼，又收即个另外一个汉字的即个刀刺的刀吼，但是读刀吼，读刀无，就是大家拢无吼，刀没有吼，找刀无吼，其实我超工甲读第一声啦吼，找道无应该变掉了吼，找道无就是拢找无嘛吼，都毋知都不知道吼，都毋好，都拢无介好安尼吼，你会当讲拢啦吼，就是全部的意思啦吼，都吼，好来，大理大书店看有啥物？无这今日顶这例句啊看了吼。刀好就是拢真好，刀好啦吼，拢真好吼。刀袂晓得，伊就拢袂晓得吼。伊刀拢袂晓得，完全都不会啦吼。刀拢袂晓得，有影就对吼，有影就对。好，来看，为什么？这是。大理大书店的刀吼，哇！你看，简单的字确实遮大篇一篇吼。你若去现英文字典嘛，上简单的一寡什么 take 啦吼、do 啦吼，这你去看，一篇就大篇的吼，伫字典内底一篇就大篇。安尼，伊就表示啥物？即字其实重要性较重要，就是讲。伊伫使用的迄个机会遮尔侪，用伫无共的即种迄个话文的即个 context 内底吼，无共的 context 内底拢用会着。所以其实迄字简单是简单，其实你爱学起来吼，爱学拢爱学头才对。所以咱较早吼，迄什么 do 啦吼 ，take make 即种字吼，可能背就过啊吼，又搁简单背吼。其实迄真正迄字典迄一撮拢爱学起来，拢爱甲看过，吼。我是读到差不多读大学的时阵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即寡字足重要的。为虾米重要？因为你伫咧考试当中，你若会晓即寡字，差不多会当应付英语内底差不多五六成无问题去啊。你的字类无必要深到什么GRE 程度拢无必要，甚至你字类敢若初中生，就是我是讲美国初中生的字，伊迄个 vocabulary 的量。你只要有法度通用 take、make 即寡字吼 ，take、make 佫足侪啦，我一下想袂着吼。我迄当我知影有10外个，我有去买一本书都讲即个吼。do、take、make 一寡，即足简单的就对。你看你若英文内底动词内底加两粒星个吼，迄种个，你逐抓拢甲读过以后，你讲英语就足顺的啊。好，咱转来即个道理吼，大理大书典伊收6条啦，咱拢来看吼。第一条是全部全言吼，就是刚才讲拄则讲的讲 all 嘛吼。咱来看第句吼。我实在足无想要看即个汉字版，即个大陆版的，因为看了这汉字我都毋知要读啥吼。个个都真敖讲吼，个个都真敖讲，每一个拢真敖讲吼。我讲拄则讲用这个 long 去 replace 都啊好吼。个个都真敖讲。好，第二个，凊彩时都无要紧，凊彩时都无要紧吼。因为我若读都无要紧，我会含迄个 to 的读法会含 TOH 的读做足共的音的啦吼。所以有时候要强调，我就超工甲读做凊彩时都无要紧吼。
但是其实你平常去考虑的时阵，你可能会讲的个，就是你会变调过去，凊彩时都无要紧，吼。即当中你要讲的其实是都没有关系，吼，凊彩时当时都拢袂要紧，吼，凊彩时都不要紧。通过找都无，吼，就规条路啊，规条街都拢找无，找你的猫啊，找你的狗，吼，通过找都无。我都毋知，吼，我都拢毋知啦，吼，我拢毋知，我对来讲，我都拢毋知，其实已经是有用到 TOH 啦，吼，我都拢嘛是会使啦，应该是贴字会使安尼讲啦，吼，我都拢毋知，我都毋知，吼，伊都毋趁我的话，吼，即只趁是讲毋听我的话啦，吼，伊都毋趁我的话，吼，拢无爱听我的话，吼。一句话都唔讲，吼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吼，这个和华语迄个讲法相像，吼。好，第二练什么也安怎，吼，这个伊用两个册啊，这是什么人的意思吧？练什么人也安怎，吼，咱来看例句就知影，吼。囡仔都会晓得，吼，练囡仔都会晓得。囡仔就会晓得，免讲大人，吼，一丝毫都袂做得，吼，袂使做，就是袂使做，吼，一丝毫都袂做得，吼。我拄则讲变调去啊，吼，你若要强调，囡仔都会晓得，免讲大人，一丝毫都袂做得，吼。搁较寒都毋惊，吼，其实搁较寒都毋惊啦，吼。平常时安尼讲，搁较寒都毋惊。鸡卵目都有芳，吼，我着穿一领尔，你若会要穿两领，吼，就是连我着穿一领，吼，啊，你若会爱穿两领，吼，搁较寒着毋惊，吼，鸡卵目都有芳，吼，连鸡卵都有芳，吼，意思连鸡卵都有芳，吼。好，再来第三个。哦，已经安怎吼？咱来看例句啦吼。人客头拄仔就转去啦，人客头拄仔就转去啦，已经转去啦。人客头拄仔就转去啦，我就知影批袂到。我已经知影批袂到，还袂寄到。对来讲，人客头仔就转去啦，就讲人客头拄仔已经转去啦，吼。所以已经嘛会使吼。第四，已经决定吼，含拄则讲已经嘛吼，差不多。第四讲已经决定，或者是有期的代志吼。对方表示相反的意思的时讲的话，咱来看例句吼，伊看几岁我拢毋知影，到底安怎用吼？你着讲要去，怎样毋去吼？着要来，哪会毋来吼？咱先看第一句，讲你着讲要去，怎样毋去吼？你进前已经讲要去啊，你着讲要去，所以你进前已经讲要去，我用即个道理着会当干实讲，你着讲要去，怎样毋去吼？是毋是足好用诶？但是即个道理我讲实在吼，我从来袂想讲要去现字典啦吼，因为简单到袂想讲要去现字典啦吼。所以你爱即种简单字绝对字典来现过一遍吼。我是讲对你来讲，毋是母语诶人吼，你都人爱会晓即种讲法吼。你着讲要去，怎样毋去？毋免讲啊遮老铁讲啊，你着进前已经讲要去啊吼。毋免讲啊遮落去，你着讲要去，怎样毋去吼？着要来，哪会毋来？你着已经决定要来，哪会到尾也无结果是无来吼？着要来，哪会毋来吼？头前已经表达一个足清楚的意思，你英文母语是安尼吼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听即句话我拢知影意思是讲，着要来是讲已经决定要来吼，着要来，哪会毋来吼？你着知影我毋敢食酒。你若要叫我啉吼，你着知影，就是表你已经知影吼，你着已经知影我毋敢食酒吼，
你若要搁叫我啉吼，吼，即个意思，即个道理就是安尼表达的吼。我著有吩咐你去嘛？我著有吩咐你去嘛？后壁咱搁加一嘛吼，等下看下例文版好啦。啥事你毋去？我著有吩咐你去，就是我已经吩咐你去啊，我著有吩咐你去吼，所以即个道就是已经啦吼，其实含拄则第三已经差不多意思啦吼。但是即个伫咧口语用介做甲，其实我拢袂想着讲特别去捡即个字出来讲吼。过来后一句是，就是安尼哦，就是安尼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就是已经是安尼。我若感觉即个应该是即句话语感起来听起是原来吼，毋是已经吼，已经是安尼哦。好，过来是看就知影吼，看就知影，看就知影语感上有已经知影的意思吗？后壁即两句我感觉用伫咧即第四个即个情形，敢若怪怪吼。好，第五个，放伫咧关系可好等等的话头前，表示伊的事态，是毋是会当吼？咱来看例句啦吼。来就通，你若毋来，歹势咧，来就通，你若毋来吼。来就通，你若毋来吼，啥物意思呢？就是就会当来，明明你就会使来，啊，毋是讲袂使来吼。来，当然咱即马讲的是 capability， 还是 allow， 咱不管吼，反正就是讲你会使来吼。但是你为什么你无爱来？吼，即句话是安尼你问法的，讲啊，你著明明就会使来，为什么你无爱来呢？吼，来就通，你若毋来，为什么咱讲啊？即人讲话台语开口就好诶，因为我都用即种话啊，就用即种字来讲啊。来就通，你若毋来吼，来就通，你若毋来，明明你著会使来吼，为什么你无爱来吼？你若我拄则要过说到这楼梯，就是安尼吼，来就通，你若毋来吼。好，所以就是拄则第五讲，放伫咧关系是毋是会使吼？关系可好等等的话头前，就是是毋是会使啦？是毋是允准啦？是毋是应该啦？吼，即种的啊，你放伫咧倒，你甲倒放伫咧头前，表示就是会使诶。咱来看啦，咱继续看吼。第二个例句讲，去都无要紧，啊毋去都无要紧吼。这应该是另外一个例句吼，去都无要紧，就是讲你会使去吼，并无啥物坎害，无啥物袂当的，无啥物得失人的吼，都拢袂要紧，你去都无要紧吼。过来是毋去都毋好。所以去是好啊，毋好，直接讲就毋好吼，毋去就毋好吼。所以即第五，咱来看每一句拢有迄种，拢有迄个等于是有一个 yes no， 是毋是 yes no？ 是 yes no 迄个决定伫即句内底。比如讲来就通吼，意思讲内底有通也毋通即个决定，但是来就通就是表示讲就是迄个决定，就是已经有咱来看吼，放伫咧可好诶话头前，表示伊诶事态，就是讲我伫咧 yes no 内底，我用即个道理来决定迄个结果。来就通表示结果，我是通甲毋通中会当，你结果是通。去就无要紧，就是伫咧要紧甲无要紧中间，就是决定迄个倒就决定讲无要紧。毋去就毋好，去是好啊毋好毋知，但是即马就讲，我用倒来表达讲，迄个结果是毋好，吼，安尼好。所以即个第五安尼知影吼，知影安怎用啦吼。加看几句仔例句吼，知就好，知就好啥？你知
知是好也毋好，毋知，但是毋是毋知，知有好甲毋好两种结果，但是呢，知就好，表示讲哦，知上好啦吼，你毋知是无好啦，意思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即句话吼，知就好，这三字足简单用的吼，而且吼足好用的，而且伫咧台语内底，即个表达其实是足有一种足特殊的方式，就是讲，我想要迄例要哪举呢？意思讲吼，你上好爱知啦。这三个字安尼倒起来讲出来的时阵，其实就是讲你上好爱知啦，吼，知就好，毋是干那好尔，是你上好爱知吼。譬如讲啊，你两个对话啦，我即马凊彩举一个例啦，讲啊，我拢毋知影讲，迄个人性格遮歹，啊，对方就跟讲啊，知就好。知就好，意思讲你较早毋知影讲，即马知就好，较注意吼。所以就是安尼吼，爱知影即个知就好三字，毋是遮简单尔吼。迄表达意思就是伫内底讲有意思讲，你若毋知是代志诚歹啦吼，你上好爱知吼 ，You better know 吼。知就好就是安尼吼，伫好甲无好即两个结果，你用道理来表达你迄个结果应该是爱选对一个吼。无讲都袂使伫，无讲都袂使伫，有会使有袂使即两个结果，但是无讲都袂使伫吼，结果就甲你讲啊，无讲袂使伫吼。好，最后一个例句，鸦片先无食鸦片都袂用伫吼，鸦片先已经食掉诶啦嘛吼，无食鸦片都袂用伫，我这边讲啊，就是用伫甲袂用伫两种结果嘛吼，都袂用伫，即摆用道理来结果迄个。来 finalize 即个结果吼，这第五真好用吼。我其实吼，咱顶头讲的五种情形，即个道理遮尔好用，但是吼，我一个讲母语的人，你要叫我分析，这我真正分析袂出。就我拢讲起来，我拢听，我逐句拢知影，我甚至逐句拢都解说互你听。除了拄则讲两个，我感觉较无效，其他逐句拢确实是安尼吼。但是我无法度分析，啊，我嘛毋知讲，原来我咧用即个的时阵，用到遮尔。做无共的情形吼，伫无共款的语境用即个字安尼，也甲遮尔顺吼。第六，好，再来看第六，倒第六，中伏话语来表示条件的意思吼。看安尼看无，咱来看即个例句吼。要去倒要去吼，毋过也无用吼。要去倒要去，毋过也无用。足想要去的啦，但是足无用的啦吼，啊所以无法度去吼，要去就要去吼。咱来看，伊讲中伏话语来表示条件的意思，要去就要去吼，毋过也无用。咱加看几个，因为我即嘛分析袂出吼。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吼。而且即种的平常时大家可能捌听过啦吼。我知影这是伫台语内底足常用着吼。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吼。要去就要去，毋过也无用吼。即句的表达我较无法度通家己安尼讲出来，但是后壁即句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济即种表达法，我就有法度啦，我就有法度表达吼，我家己有法度安尼讲吼。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吼。好，咱来分析一下即句啦。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。中伏表示条件。这是啥物意思啊？表示条件。好，来看第后一个例句，我想者，捌来就捌来，总是毋捌爬去楼顶，吼。好，意思讲，伊这两句重复嘛，吼。所以即个两句重复的有一个词重复嘛，吼。即个重复的即个词，吼，就是即个条件有成立，安尼了解无？就是讲，譬如讲要去就要去，毋过也无用，就是讲要去的即项代志是有成立的，即个条件是有成立的，啊，毋过因为我无用，我无法度去，吼。要去就要去，因为我想要去嘛，迄个条件是有我讲的即个条件就是讲，即个代志其实是事实，我是想要去无毋对。毋过也无用吼，所以要去就要去，毋过也无用吼。
第二句讲，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吼。啊，讲啊，伊若规身躯3比8吼，譬如讲你去看一个人，身体无好，大院啊，伊若瘦遮济，啊，个人讲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吼。食的即项代志是有成立的，伊是有食。但是呢，吃无介济，所以才会遮尔瘦吼。有食就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，安尼了解吼？即个重复的即一项事是有成立的吼。捌来就捌来，总是毋捌爬去楼顶吼。啊，我捌来恁兜啦，恁兜是捌来过，啊，毋过毋捌爬去个楼顶安尼吼。捌来是捌来就捌来，吼，你会当讲是啦吼，捌来是捌来嘛，是啥啦？捌来就捌来，总是毋捌爬去楼顶。有食是有食，吼嘛是会使吼。有食就有食，甲有食是有食，总是食无偌济。要去是要去，毋过也无用吼。要本来是讲要去就要去，但是你讲要去是要去，啊嘛会使吼。就是讲头前即个讲要去即个条件是有成立，所以要去是要去，毋过也无用吼。要去就要去，毋过也无用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后一个例句。好就好，毋过无我的好。OK。啊，即个人是好啦，毋过无我的好吼。好是好，但毋过无我的好吼。好就好，毋过无我的好。所以你若会晓，大概是母语的人，甚至伊毋是干那讲好是好，伊也讲好就好，毋过无我的好吼。好就好啦吼，好就好，但毋过无我的好吼。拄则是好，即嘛是有吼。有就有，总是有限。这表达是毋是足简单嘞？表示讲是有啦，但是呢有限，但是无介济啦吼。有就有，总是有限。啊讲你身躯敢无早钱？讲有就有啊，总是有限吼。是就是较属于毋承认吼。是就是较属于毋承认，就是讲伊已经是啊啦吼。啊，总是较为什么是较属于毋承认？毋是较赢伊无承认？这我无理解吼。好，安尼，芭比即字实在互你趁足济吼。有。你等于再有机会再先家己练习一下吼。你就会当讲台语讲啊足流利啊！吼，我咧讲即个，敢若考即字尔，你我都讲啊足流利啊！吼。好，来，咱转来小说家，我看一下时间，35分。拄则伊达礼拜佫落拍吼，可能无兴趣即种学法吼。其实即种学法早有真正有法度。安尼吼 ，OK。好，咱继续看咧。到倒位啊？吼，讲大家大细手着摕一本豆菜芽仔字得吟吼。好，手着摕一本豆菜芽仔字得，即只刀就是刀啦吼，乌啦吼。倒摕一本豆菜芽仔字，豆菜芽仔字就是讲白话字啦吼。豆菜芽仔字，因为伊若是汉字，伊袂讲豆菜芽仔字吼。豆芽菜吼，豆菜芽仔免过细吼，豆菜芽仔字得吟，所以这是长老教会伫台湾宣教的时阵，早期拢是用白话字尔吼，无咧用汉字的吼。好，真熬吼，大家拢唱甲真好听啦吼，吟诗吟甲真好听，真熬。吟诗煞也有祈祷啊，歹势，吟诗煞也有祈祷吼，吟诗煞就是结束啦吼，煞就结束。吟诗结束的时阵也有祈祷。我有一字吼，我是其实读甲足疼，就是甲所以即字吼，吟诗煞也有祈祷，即字字吼，即字有时是也有，就是 also to as well 安尼吼，吟诗煞也有祈祷。但是有时伊是做出 ah 吼，所以我实在是分袂清楚，到底即当阵是还是
also 安尼吼。吟诗煞也有祈祷吼，所以呢，我看今仔日咱前半点钟学即个倒字，后半点钟来学即个啊字吼。来，先看甘字典啊第7声。甘字典敢若收一字，就是应人好诶话吼。话会袂声，或者是若袂若毋。汉字伊写一个承诺的诺字，吼，我完全无理解吼。应人好的话，话会袂声。好来，咱来看大理大词典啦吼。哇，这大理大词典我实在是足感恩的，就是讲，伊有法度安尼编出一本安尼吼。一个字有法度分析甲安尼遮尔透吼，我一个母语台语的人我做袂到吼。在我心目中，大理大词典永远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吼，已经无别本字典词典会当取代伊的地位啊吼。这就是为虾米我自我和各位熟悉开始选字典词典的时阵，我大理大词典绝对是我选的第一本吼，头一本。当然我是讲学词啦，当然要学字的时候，我去现甘字典吼。也嘛一直到当我嘛是干那拢看大理大词典较济尔，你若看其他我拢是参考者尔吼。这是讲伊本身伫咧语言学伫咧词典功能上的啦吼。另外一个非词典功能的，就是另外我较早讲过，我就今仔摆讲吼。好，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物件咯，今仔摆讲。好，来好，大理大词典收3个字吼。第一个汉字是易啦，易婉言迄个易吼，就是即个易伫汉字的意思内底，就是 as well， 就是 to， 就是 also 吼，含迄个易的相款吼。其实应该安尼讲啦，古早时代你写字的时阵，全部是文言字，你可能会写易来表示 as too well 吼。你嘛可能写即个易电脑可能较少吼。一般是写即个易较对吼。好，不管是易还是易啦吼，应该是拢是迄个 as well 的意思吼。我来看一下原册扫描，我敢加写啥物？哦，大理大词典的头一页就对了 ，Page 1。第7声伫倒位啊？伫遮吼。伊敢若写一个汉字易、汉字易吼，这表示日本人。等下我看嘛。伊是用日语的呀，所以日本人敢若看安尼就知影意思，我那算正厉害。好，无啦，主要是汉学啊，程度爱有啦。日本人即嘛无一定看有理哦。我来转来一下吼，第三个是伊写呵护迄个呵吼，怨叹的诗的即个惊叹词吼。惊叹词吼，夜里心肝遮硬吼，歹势是吼，夜里心肝遮硬。结果伊无啥物例句通好讲吼，就是讲吼 ，as well 尔啦吼，你用的时阵就是爱安尼用吼 ，as well， 或者是即个第三个我顶都袂晓用吼，怨叹的时阵惊叹词吼。好，所以咱转来，过来是另外一字吼 ，ah 吼，咱来分别一下，对甘字典开始看起好 ，ah。ah 有人吐气的声吼，即个吼，亲像哎呀吼，嗨呀吼，嗨呀吼，即个字吼，无草即读过毋是，命令人做代志，亲像
字啦吼，毋是即个啦吼，这是压抑的抑嘛吼，送的母的所以敢若即个尔，敢若即个算悲叹啦吼，哀叹吼。好来看大理大书店的惊叹词吼，当惨啦吼，当来去吼。另外一个是敲钟命令、指定、议论或者是语调的助词，去吼，水伫时当时，就是伫时就是当时吼，所以OK， 若要来用伫即只呢？所以就是李登辉先生常常会讲的。安尼所以对，伊的口头禅对啊。安尼我无注意。所以对。OK， 所以我看卖原册敢有较侪解释。我感觉 AH 伊拄则是第7条嘛。嘿。可能头前迄个，因为我感觉佫有小可无共，听就是迄情绪小可无共。嘿，对啊，当然第7条的甲第4条，甲第4条的情绪无共。那个第7条敢若会，就是较生气。哟。对吧？我看卖。我拄仔咧想一寡例句，我拄则发卡咧想，感觉情绪无共。若是第7条的就会较生气。你哪会安尼什么之类，即款。当讲你哪会安尼的时阵，即个是到底是 AH 还是第7声？第7声是你心肝遮硬，伊若刻伫头前敢若变调，伊若刻伫头前毋知影变调，你心肝遮硬，应该是爱变调，你心肝遮硬。因为一寡叫拢有即款囥头前，应该是第7条一个囥头前。你搁讲一下，你拄则讲迄个例句好无？就是你哪安尼？OK， 你哪安尼？对吧？迄是 AH， 我听起来迄是 AH。因为 AH 搁变调就变第8声。你哪安尼吼？我毋知这到底要变调无吼？第一点是我无确定这是毋是爱变调吼。比如讲，伫这只讲你心肝遮硬当我讲你心肝遮硬，甲你心肝遮硬。对，安尼听起来无共。这是两种讲法啦吼。你心肝遮硬，真正就是拄则讲迄足像啦。你心肝遮硬吼，都无共样。这是怨叹你心肝遮硬吼。所以假音来是怨叹，关音起哩是你心肝遮凶吼。所以来，这是怨叹是惊叹词第7声吼，变调变第3声。若 AH 呢？因为就变调变悬音去就是拄则咧讲的。悬音就变做较生气，假音就较怨叹的感觉。嘛无一定生气，譬如讲当惨这就是即声歹吼。当来去吼，当来去都好来走吼。囥伫头前啦吼，但是呢。我毋知影是到底是因为变调还是无变，咱若看一下 AH 第8声吼，看起来无安尼表示确实是囥伫头前变调吼，因为即个 AH 第8声无颠倒无解释即种物件吼，表示无啦吼。有时就是安尼，只好用即种方式来推测吼，爱推敲吼。伊即只是有收一个 AH 就是结束迄个所以
绝对袂放伫一般内底袂放伫语句的头前啦，伊绝对是放伫后壁吼。食饱，但是食饱也是低音呢，所以即个压力我无解清楚呢，因为我看了讲清楚后壁。第8调是安怎飘法？飘一个徛，即个毋是，这是第7声。第8声是安怎飘音呢？这是第5、6、7、8第8伫遮吼，遮吼，伊无规则啦吼。但是汉语用共相像，唉，我真正毋知吼。OK， 话伫第7调甲第4调吼，第7调甲第4调的用法无共啦吼。其实你知影迄个你有迄个语感啦，所以嘛免特别去背啦吼。好，咱转来遮吼，转来小说遮，我看下时间，49分。好，真熬，吟诗煞也有祈祷吼。即个也有祈祷，即个啊哩应该就是毋是感叹吼，就是 as well 吼，嘿 ，also 吼，也有祈祷。至勤也对因头壳。七吼，等下即个压力原来爱学吼，即个压甲含即个啊，啥无共，我讲相像嘛，但是佫来一个相像啊吼，嘿，等下来现地电视电来看伊安怎分析吼。至勤also 对因头壳七吼，七吼，因为爱读七吼，七就是读甲累啦吼，咱先来看七吼，这简单的先甲牵照起来，牵照是日语啦，好歹势。七，拍对。好，竟然无，敢会伊用着音去？我若第8调呢？七，哇！竟然拢无，迄个读到尾。也问知影七是啥了？关于七，我嘛没听过，我嘛无听过。伊这只是七吼，但是无啦吼。你看七头一个是啥物字吼？第2个是形容肥的宽实吼。歹势，别，我拍毋对去吼，伊是一字，我想讲应该背字吼。7两个 H 啦，好，两个 H 七吼有啊啦，看到吼。七即个汉字毋知是啥物汉字吼，结果印袂出来吼，就是头壳七吼，我调工念较准的吼，发音发较准的七吼，就是头壳七累啦吼，头壳累。看原册扫描好啦，无毋知即个。另外一个意思，另外一个是形容愚公吼，公七吼。伫倒位呢？遮吼，七吼，伊用即个汉字。就是有那达勒鲁，头壳垂落来嘛，头壳累啦吼。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头壳累啦吼，头壳七吼，有那达勒鲁，讲七吼，讲甲我拄则讲累，所以头壳累，咱先煞甲累字学起来吼。
我毋应该是瑞瑞啦，我无解知影是毋是我伊搁较蓝音去啊吼。我先查瑞瑞吼，哦，毋是瑞瑞，所以是雷雷吼。所以我无读蓝音，应该是正确的是 L 开头的字吼。乔雷雷，啊那瑞瑞咧？吼 ，OK， 江音叫做雷雷吼，读壳雷雷啊，转音是雷雷吼，头动竟然搁另外一鬼蛇搁用另外一个词啊，我咧读甲歹，叫做头动动啦，我真正是学袂了哦。敲雷雷哦，哎呦，所以伊拄则迄个敲热有啊，敲热有无 JOE， 看起来佫真正是蓝音去啊 ！JOE 是嘛是敲热啊，雷雷我都是查雷雷吼 ，LE 吼，敲雷雷吼，敲雷雷吼，敲，安尼讲嘛是毋知影意思，看一下原册好了。雷壁，雷，伊敢若写哦，敲雷，但是伊有日语的鬼蛇叫做玛加利库内鲁。玛加利库雷鲁，陶雷雷不是头低低的这样吗？对，玛加利。甲即个是讲甲无共意思。讲无共意思，你讲头雷安怎无共？你讲袂要紧。甲头壳气，安尼读对无？嘿，是，你读对嘿。头壳气是毋是讲足戆诶？讲形容即个对人讲，毋是，就是。毋是，哦，伫遮毋是读甲，毋是讲哦吼，毋是讲哦。因无你来看，你等于是你看小说迄个意思，你就知。伫遮是头雷雷的意思哦。对啊，因咧吟诗的时阵，拢会淡仔摇头晃脑啊，对无？迄个伫读遮吟诗的时阵，伊毋是读4拍的诗，啊，遐个诗其实读就是台语，啊，而且拢是七字啊嘛，对无？所以你读即种七字遐的时阵，伊迄个动作就是中文讲的摇头晃脑啊，就是安尼安尼吟一个，啊，就摇头晃脑啊，所以。志勤伊咧对读念的时阵，伊嘛读甲头壳气安尼，啊，所以读甲气就是头咧咧。哦，好，多谢马云。玛加利库内勒，玛加利库内鲁。哦，我拍毋对，无讲我毋对，玛加利库内鲁哦。玛加利库内鲁，玛加利库内鲁，日文词典讲 to bend many times, to turn and twist， 这只是 bend 啦吼，但是为什么是 many times 我毋知吼 ，to bend， 所以玛加利库内鲁拄则讲敲雷雷。伫对，走对去。敲雷雷，吼，或者是敲雷雷，不管是 L 还是 J 啦，吼，敲雷雷，拢是玛加利库内鲁，就是日语内底讲 bend。当你的头 bend 的时阵，就是头壳压落嘛，吼，你头 bend 应该知影 bend 的意思啊 ，bend 就是折弯，吼，头壳脖子折弯，所以头雷雷意思是头壳低头，吼。啊，头瑞瑞就是头咧咧，就是头气，
拢相反意思。但是咧，伫遮台语大词典过来一个啊，我今仔日才听咧吼，叫做头动动吼，伊过来吼，咱只有个查一下头动动什么意思吼？台语大词动动吼 ，TOM 第不，歹势，我是第三声吼，头动动啊，对，第三声吼，第三声动动，阮是袂讲头动动哦，你嘛拜托诶，家己用诶，家己鬼说诶词，结果词典查无，当然这毋是台语大词典诶鬼说啦吼，这是迄个信网的人家己鬼说诶啦吼，头动动，其实阮袂讲动动，阮讲定定。咱来查一下定定，是有啦，有头定定啦吼，但是着爱过去现，我讲一三四，定的一三四吼，我看有无？定遮无，好来，定的一三四，定。定一三四吼，一三四来看吼，第一个定就是鸭头，鸭头就是定，头起就是定，头落就是定，哦，安尼知无？即个定字就是动词就是定，就是头落头起，头落去，头动来，伊捌用过，咱可能咱毋捌听过，啊，我讲头定，就是安尼吼。鸭头行咧就是定，即个会当做动词吼，讲定头吼，啊嘛会使用我拄则用变复数去啊，定吼。第二个是指担顶的震动，上下震动，或者是就是你肩挑一个担子，因为重嘛，所以定安尼，会上下震动，或者是比如讲插头。伫咧水里个上下浮沉的，即个就是定啦，就是定啦吼。大叉伫溪中得定一个吼，就是安尼。大叉伫溪中定一个，或者是你担迄个担啊，哇，重椅伫遐定一个安尼吼。啊，用手测重量，迄个动作嘛叫做定咯，用手定看觅啊，定一下重量吼。所以即个定就是安尼用吼。啊，我拄则甲摕来做复数，讲头壳定吼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所以即个头起，头头嘛会使啦，头定伊个动词摕来做复数，连用做复数用吼。头起，头落，头定吼。好来，啊，所以咱转来即个小说家讲。青牛吟诗煞后祈祷，志勤也对因头壳起吼，对因头壳起，就是对因头壳祈祷是头壳爱起嘛，所以为什么对因头壳起？所以为什么这个起是讲伫祈祷了后，就是因祈祷的时阵头壳是起的吼。吟诗煞后祈祷，志勤也对因头壳起。后壁无讲是得祈祷吼，对因头壳起得祈祷吼。好，也对因吼，即个也字吼，我真正爱去，我有可能爱去半点钟，咱先查者就好啦吼。后回再讲啦吼，这太讲学即寡字吼，爱用足侪时间吼。也第七声吼，嘛是 as well 嘛，伊汉字嘛是即个也嘛吼，也好吼，也。嘛会使写第八声的也吼，我哩咧，我实在读甲拢戆去啊。也好也无，有也好，无也好吼。即个也好也无含拄则讲的迄，都好都无吼 ，TOH 其实是相意思，但是咧，都好都无都无共意思吼。啊，但是因为倒你若变调，就是第四声吼，所以吼倒好倒无吼，有时你就分袂出来，到底伊是讲
听是听会出来，但是写的时阵，我有时我定定写毋对，就写呢，因为对我来讲共音嘛，我定写毋对去吼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压力呢，后回再来学啦吼，因为我拄则是监理点尔吼，咱来看一下大理大词典有分析这个压力 ，IA 第7声，就是 as well 嘛吼，我刚才无介做啦吼。嘛就是 as well 嘛吼，减，即个也好，叫也袂行，骂也袂听，有也好，无也好吼，即拢是也。好 ，OK， 所以即个也呢，也含相款的，就是拢是 as well， 拢是 to， 拢是 so， 拢是also 啦吼，所以这无词典无讲介侪其他的无共用法吼。咱即段甲读个煞好啦，我看咱时间超过偌济啊，已经超过3分钟，咱即段甲读煞。我是讲分析互煞，咱后一回再来读吼。所祈祷的话是得感谢上帝，安尼即句应该免啥物规则吼。所祈祷的话是得感谢上帝。也即只也阁是 as well 吼，也求伊赦免咱的重罪吼。除了感谢吼 ，also。请求吼，头前是感谢，后壁请求。一般你若去教会人甲你教讲，你祈祷时阵先感谢，再来求上帝吼。先感谢再求上帝，所以你写，你这个小说嘛是安尼写吼。所祈祷的话是咧感谢上帝，也求伊赦免咱的重罪吼。求伊吼，这应该免啥物讲吼。赦免就是赦免，这嘛免啥讲吼。看真复杂的，就是其实足简单的，平常使用嘛是安尼，就是赦免尔吼。赦免咱的重罪吼。重就是形容罪真重嘛吼。大罪，罪大罪安尼尔吼，重罪。所以，爸比到遮敢有啥物离我难过？你感觉需要进一步讲诶？无吼，好。拄则就是七啊，好，嘿。我看无CHIH 吼，气吼，就是读壳累读壳。你若会晓讲气，你也讲累，你也讲淡动。动是用诶啦，我毋捌用过，我嘛毋捌听过人用动，啊表示有人安尼讲，吼，你会当用吼，读甲吼。好，这甲我，过来是这甲我享时得下三老爷大无相同。伊即只忽然间用一个我哩吼，一般我看伊伫小说内底，拢是第三人称吼。你写忽然间来一个我哩，我说硬去吼。这个我，这个我是你讲啥，我才看袂出来吼。这个我志气吗？志气咧和三老爷，志气吗？你讲志气吗？嘿啦，应该是啦，应该是志气啦。我理解为什么忽然间来一个我哩吼，因为伫即篇小说内底用志气做第一人称的这种写法，其实无呢，我毋捌看过吼。因为内底你会当看到后壁故事主角吼，我是讲即个上册，即个出世线上册主角其实是真生。你若要第一人称嘛是真生啦，忽然间变化，我感觉说硬去吼，因为真生还未出世的，真生才出世尔啦吼。这甲我向时得下三老爷大无相同吼，当然咱会想会到，这应该即个我是咧讲志勤心内安尼咧想啦吼，想讲即个祈求吼，即个祈祷吼，甲我向时得下三老爷大无相同，因为志勤因是咧拜三老爷吼，三老爷伫即篇小说咧，我记是第一页就有讲起就是因即个砖头拢咧拜即个三老爷吼。向时就是以前啦，从前啦吼。后来呢，详时啦，我袂记变调吼，详时向 HIANG 第二声，看监理点有无？
HIANG 第二声，响，甘字链无吼，甘字敢若收声响迄个响吼，响亮吼。来，甘字大力大词典响，哎呦，嘛无呢。大力大词典有收两个响，一个响就是拄则迄个响，甘字典迄个声响的响吼，响亮的响。另外一个响就是会晓袂晓，迄个晓。但是呢，你看吼，伊讲晓会晓通安怎音变，音变是日语学日语的人拢知影音变吼。音变就是就是两个音夹做一个，叫音变啦吼。哦，两个音夹做一音，吼，结合做一个音赞吼。袂晓就是袂晓通啦，伊种袂晓通吼，袂晓，会晓袂晓讲就是袂晓通讲，袂晓通写，迄个晓甲通吼，袂晓通写叫袂晓吼。啊，其实迄嘛是今仔日我伫遮学着才知影，我知影响是一个音变，还是含对一个变，我含对一个结合起来，其实我毋知吼。晓甲翁通的迄个翁嘛吼，袂晓通，所以就甲晓甲翁结合起来，叫做样吼。袂歹势响吼，袂响就是袂晓通安怎吼。OK。爸比，你听我咧讲啥无？我真正看到张如洪教授讲，响时啊，响时是迄当时的合音字。哦，所以就是迄当时的音变吼。迄当时的合音字，伊甲迄当即两字讲做一个音变响安尼，就是头前扣头嘛，后壁扣尾嘛，做做响 HING。是。我嘛是真。因张如洪教授即个体制小词典，才看到伊就是讲，响时就是迄当时啊。是，嘿，对。我拢听到响时，大约我知影啦。我是大约在平时其实我就汉尼安尼讲啦，我嘛较汉尼听人安尼讲，但是人讲响时的时候，我可能知影伊咧讲啥吼，就是迄当时吼。响时，你看你讲较紧的，就变做就变做响吼。迄当时响时安尼，就安尼来。这就是音变吼，我应该读变吼，变理迄个变吼，就是为着变字音变吼，为着发音的变字所结合出来一个字音变吼，这就是音变吼。响时就是迄当时吼。啊！伫即只当然，迄当时甲即只讲袂晓，迄个音变是无共。我是即摆因为现着书典小煞学啦吼，即个响的音变甲拄则迄个响时的音变吼，无共吼。好，来咱继续吼。这甲我响时，就是这甲我迄当时当然个从前啊，以前吼，这甲我以前伫下三老爷大无相同吼。下伊用一个动词下咧，就已经表达迄个三老爷祈求的意思吼。本来下是下愿嘛吼，就是对三老爷下一个愿吼，拜托三老爷保庇，讲互我达成我的愿望。即个下字，下即个动词已经表达即个意思，就是下愿的意思吼。这甲我向时伫下三老爷，下三老爷本来就是三老爷下愿吼。所以你敢若看者，下你若写汉字，就是上下即个下。所以这甲我向时伫下三老爷，这个感觉这是写啥？这跟我从前在下三老爷大不同啊。但是即个下字伫台语会当安尼用吼，下啥物愿吼。当然我是袂晓安尼用啦吼，因为我袂晓。我敢若会晓讲三老爷下的时阵吼，我会知我会用高一个下来表达下愿，但是袂用下囥伫个即个三老爷做寿司来讲下三老爷，我就袂安尼用啦吼。这甲我向时伫下三老爷大无相同吼，大不同吼，无相同就是无相像，同应该是，等来查一下是同。
党应该是同啦吼。TANG 第五声，同吼就是同吼，合同吼合同吼，三同就是相同吼，三同吼，所以即嘛真侪人已经袂晓讲同哩啊吼，相像可能佫会晓吼，相同已经袂晓讲吼。好。好，来，今仔日咱利用1点钟来看一段看煞，但是学了，学着满满吼，毋是讲一段尔，学咱学足侪吼。好，今仔日到遮啊，明仔载起，大家早咱遮声3支吼。爸比有啥问题无？无吼。足趣味诶，足趣味吼。足侪事。咱时间无介侪，无咱大家即段来读过啦吼，即段读过自头到尾哦吼。来，我著无爱读啊，桥本你有法度无？对正人吟得真好，真好听，安尼开始读。正人吟得真好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真好，真好听吼。真好，真好听。嘿，大细就手的，对，嘿，摕一本，豆菜叶仔字咧吟，真厚，吟诗，吟诗煞，吟诗煞也有祈祷，志勤也对因。对，头壳刺，嘿对，所记到，所记到，所记到，嘿，即个数字我袂记得几岁吼，所记到的话，所记到的话是咧讲。也求伊赦免咱的同罪。这我显时咧不要紧。三老爷大无烧糖，嘿对，嘿好，超工甲恁试一下吼，有无毋免有压力吼，因为我开始学嘛是安尼吼，毋是干那你吼，大家拢安尼吼。较早你有法度读较顺，是因为有一个人伫咧头前甲你带路，啊，较早无人甲我带路的时阵，我就是安尼读法的吼。所以但是有安尼的经过，你才有法度后壁迄个顺利读的过程吼。其实我一开始带恁读是毋对的，应该爱恁家己有法度一字家己认安尼读才对吼。啊，当然带咧读你较袂惊，啊嘛有人甲你牵手，互你行较袂跋倒吼，这拢是好啊。但是就进步会较慢吼。啊，但是有安尼过程，你就会进步会较紧吼。所以毋免有压力，表示你伫进步中，我绝对会进步愈来愈好。来，芭比伦理。正人吟得真好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是正常，袂要紧正常，因为连我即马读就是安尼，就是我想讲长句长伫遮，结果毋对吼，后壁佫有所以你就会，你佫读落，你就知影哦，原来我长句毋对，所以表示讲我无应该遮早就甲即个无应该遮早就甲变调停起来吼，应该继续变调落安尼吼。所以袂要紧，你继续读嘿。
大大细细手就摕一本豆菜鸡仔字地银，真牛真牛，金丝线爱有，不是有基德，有基德，刺青也对因头壳刺刺。所祈祷的话是在感谢上帝，求伊感谢上帝啦，不要紧啦，你读本调嘿。感谢是本调，感谢上帝就变调，应该读啥？我读唔到。应该爱感谢上帝，对。感谢上帝。对，爱变调。也求伊赦免咱的同罪。这甲我向时，这甲我向时，哎呀，嘴巴，这甲我向时的三老爷，怎么音对吗？对。三老爷大大无相同。是，好来马文。众人吟得真好，真好听。大大细细手就摕一本豆菜鸡仔字在吟，真牛真牛。吟诗线也有祈祷。志琴也对因头壳刺刺，所祈祷的话是在感谢上帝，也求伊赦免咱的同罪。这甲我向时在下三老爷大大无相同。好，后壁我讲。大无相同，嘿，对，好，感谢。这也靠练习啦吼，要读到像马文遮尔顺，迄是爱练一阵仔时间的吼。家己练啦，我意思讲，毋是讲听别人讲，搁倒咧喙，那敢若用迄个GPS 迄 navigator 有咧带路迄个车顶的，你若一直用迄吼，即条路你驶过10遍，你嘛家己袂晓驶哦，一定的啦。所以家己驶一遍就晓。好，咱明仔载伫咱野城顶，搁3期吼。好，安尼到这我要来关房咯。好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大家。感谢。